聲慢慢讀下，第9節。耶穌向那些長着自己是人，藐視別人的，設一個比喻說：有2個人上殿裏去禱告，一個是法利賽人，一個是稅吏。法利賽人站着自言自語的禱告說：神啊，我感謝你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奸人，也不像這個稅吏。我1個禮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稅吏遠遠的站着，連舉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隨着風說：神啊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。我告訴你們，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為義了，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讀經度多謝各位，呢個你係正道嘅時間啦。我哋今朝早好高興請到陳良道牧師喺度分享，主題係到神前第一件事。